昨天起，伫台湾是相对较贵的医疗器材，因此元件大和公司甲台南市政府合作来推出元件天籁列车的公益活动。透过观众昨天起，希望会用帮助到经济伫咧经济较困难的听力障碍的朋友减轻生活压力。天籁列车的活动最主要它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帮助没有办法或者还没有使用助听器的这一个听障的人士，能够解决他在就学就养这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天籁列车它是完全是一个公益性质的一个活动。那过去我们跟各地方的政府，尤其是我们台南市政府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让我们在天籁列车活动在台南的这个举办非常的一个顺利。那今年呢，我们更扩大了这个数量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我们偏乡的这些长者，或者是有需要的这个助听器帮助的这些乡亲能够尽快获得我们天籁列车的一个帮助。一个助听器对于他们的生活的帮助是非常大的。那感谢元件大和，也感谢我们生辉协会许多的志工朋友们，大家长久陪伴我们听障朋友们，能够让他们更能够融入社会，也见证了台南是个有爱的城市。我想在这边特别代表台南市187万市民，谢谢各位的关爱，谢谢元件大和。那感谢民意代表，他们都很支持这一类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目前台南市社会局所照顾的听力障碍朋友，拢总有9709个。台南市长伫咧10月1号当日嘛，亲身到现场对业者的辛苦表达感谢。同时嘛表示，透过这摆的观众口袋型助听器，会当互听力障碍的朋友外表看起来甲一般的人无虾米差别，进一步来提升因的生活品质。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赞不赞？赞！